们残障歌王阿吉啦，吉哥，吉哥你好，吉哥你好，是，哎，这是爱丽丝，你好，这是小贤，阿吉大哥你好，你好，这位是爱丽丝，阿吉啦，你安尼是无礼貌嘞。 人家爱丽丝在跟你打招呼，一直跟你问候，你也不看人家一下。不是啊，迄苦中的。你是什么苦中？你看人家讲礼貌。是迄苦中的。啊，你回头讲看这那些戏啊。我头个看到真是。也可以用胸部跟爱丽丝问候。不是啊，人讲是，我为着我知讲吼，爱丽丝吼，伊本身吼关多啦，所以讲我要来的时阵，我就探他好势啊。哦，所以讲我就早椅啊，早表恁坐对不对？你的意思讲阮徛安尼吼，这个角度较无好看。啊，你是讲阮坐就对啦。对啦。啊，麻烦你爬起来，互阮坐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是啊，我早椅啊来啦。啊，你早椅啊？系啦，我早啦，我。哦，够准备椅啊？帮我们准备哦。哎，头一摆咱讲唱这个。 到这个单元内底，我才坐椅啊！还是原板凳因为阿吉哥哥哦，都是坐原板凳。你无看哦？而且伊即摆坐好啊，你也看。哦，我来看都好。厉害！好，在这一段我们第一首歌就选择阿吉的成名曲哦。这条歌在那每边哪里模仿的时阵哦，模仿残障歌阿吉的时，一定要选这条歌。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条歌叫做命运的吉他。哎。 一命的吉他声，伴着哀愁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好啊！来了！ 我比别人较大机，我是我干那笑死。我比别人较大机，我是北港人笑死。哎呀，从小唱到大。对哦，以前就这样唱。以前好像就秀场就这样唱。是我就是一歌拢互你在主持，咱一歌歌后边啊快。我比人较大机性。卖苦了。小钟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恭喜！好，扣1分。为什么？头没有摇啊。哦。唱我会吐哎！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这个小马，拜托个把小马比还引导他这。啊，喂，我比别人越去人过。手哪有？好了啊。三太子起档咯。喂。舔麦克风。我的手。咩啦喂。练成鬼啊！我的手够安尼啦。好，小周给好。大家有点尴尬，来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啊，出这个野羊，啊，出那个野羊。吃这个也痒，吃那个也痒。出这个也痒，出那个，这个要小心来说。你旁边来了，我最后一次模仿了哦。哦，麦，猪这个也痒，猪那个也痒。我想讲的是，脚也太开了吧，黄瑜仙小姐，张开吗？张开，刚开成这样子，你以为你是包伟明，他是猪打包包？不就是开吗？哦，有，咱讲实，不行么？咱讲实，这两位传到去做某吼，啊，是着这两句都。啊，有完蛋了，好紧张。对啊，你会吗？会嫁不出去哦。还真的很像哦。好，所以不是出这个也痒，也不是出那个也痒，到底是出什么不会痒呢？谁知道？好来，老师麻烦就过来一句，好来。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弹是心愈痛。好，我不太会唱，可以得1分了。好来，老师虽然头没有摇也可以。好来，从一啊，好个啊。命运的吉他声，这是咱长春歌王阿杰的歌声。
大声，我走着爱情的歌声来哭诉我命。太口水好念。是人的吉他声伴奏着哀愁的歌声，来哭受大领。咱讲啥？我这个节目若过来上2摆就对了。嘿啊，这届来上算上第2摆啊。若过互我第3摆就对了，我规个形象都拢无呀。没啦。你那有什么形象？那有图像啊，春恋有存遗像。好，所以谁？那柯友来唱一下吧，来。孤单的人呀。在孤单的人呀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过来啊！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阮阿爸大汉？为什么阮阿爸大啦？大喇叭啦！哦，阮阿爸我看他做唔对，但是阮阿爸大啦，甲我扒落去啦。你做唔对代志，哎，清楚清楚啦。阮阿爸大喇叭，奇怪了，你讲我怪怪，唔是，拄则我甲恁问讲恁台语会听无举手，结果大家拢讲听无啥有，结果一个唱了这个歌尔，大家拢听无。谁要来若君？啊，淑珍还唱淑珍吗？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哎呀，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唱的比小马还好，好不好？小钟，哎，对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要谢谢我。因为我已经讲了4次你错了名字，我告诉你，观众会特别注意到你。对，知道小钟已经很红了，没有人不知道他帮他吧？做捧墨。好了，所以我们那个淑珍也可以得到1分哈。凄凉的大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啊，真紧，会弄破我。这一句唱得好痛苦。哦，是，这种单位咱讲帅哦，那边安尼一歌好歌，拢甲我改安尼好我懂。我感觉毕业本来歌给中国听。对呀，更有意思，改得更好。假紧弄破我。好，佩这一句谁来珍，改来？后面就是啊哈。佩珍，你喜欢谁？你唔当用这声音，你用这声音哦。我要先从前面接比较好接。你真的鼻音很重哈。对呀。对啊，可是你这个啊哈不能啊那样。你从那凄凉的。凄凉的吉他声，嘿，愈都是心愈痛。key 太高，老师，你很奇怪耶，key 干嘛那么高啊？老师的 key。